到主的面前，让主来掌管，让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生命的主，成为我们生命的王。求主带领我们，让我们在主的里面来领受他的平安和赐福。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爱我们的天父，感谢你，让我们今天早上的时间，我们可以在这里一起聚集来敬拜你，来享受你，来得着你。愿你恩待我们，坚固我们的信心，靠你而得的喜乐是我们的力量。感谢你，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让我们能够在这日子当中高兴而欢喜。让我们以感谢为祭献给你。我们也把今天早上所有的崇拜、所有的器械设备安排、人员的行动、我们所有的程序、我们所有的规划，都带到主的面前。愿你悦纳、施恩看顾，让我们早上的崇拜成为馨香的祭，献在主的面前。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让我们预备心来参加早上的崇拜。
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准备开始今天的主日崇拜，请听上帝的话语。诗篇119篇第137节及138节。耶和华呀，你是公义的，你的判语也是正直的，你所命定的法度是凭公义和至诚。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今天是11月份的第3个主日，也是圣灵降临之后的第25个主日。求主保守今天的主日从头到尾都顺利，开我们的耳朵，得到来自天上的信息，并且有主的看顾，日日与主同行。我们献上赞美，愿荣耀归给你。祷告不配，乃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我们将接下来的时间交给敬拜小组，带领我们一起来赞美敬拜我们的主。弟兄姐妹平安，平安。非常的高兴，我们又聚集在神的圣殿里面，能够一起唱诗歌、敬拜、赞美他。神告诉我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并且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耶稣基督里向我们所定的旨意。现在我们一同站立，我们一起来唱《喜乐泉源》。你是我喜乐泉源，你是我欢欣跳跃，你是我自由飞翔，不再被罪恶捆绑。你是我永生盼望，你爱有无比力量，从今世直到永远，你应许不会改变。你的宝血有能力，能医治一切的伤口，你的复活能改变一切的咒诅，成为祝福。我们要高举你生命，你配得所有最大的赞美。我们要用全心和全意来敬拜你，我们要欢迎你来临，愿你来设立宝座在这里。我们要张开口，不停赞美你。你是我喜乐泉源，你是我欢欣跳跃，你是我自由飞翔，不再被罪恶捆绑。你是我永生盼望，你爱有无比力量，从今世直到永远，你应许不会改变。你的宝血有能力，能医治一切的伤口，你的复活能改变一切的咒诅，成为祝福。我们要高举你生命，你配得所有最大的赞美。我们要用全心和全意来敬拜你，我们要欢迎你来临，愿你来设立宝座在这里。我们要张开口，不停赞美你。你的宝血有能力，你的宝血有能力，能医治一切的伤口，你的复活能改变一切的咒诅，成为祝福。我们要高举你生命，你配得所有最大的赞美。
愿使人有盼望的上帝，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我们的心，使我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盾牌，我心里倚靠他，就得帮助。我的诗歌，我的拯救，你是我患难中随时的帮助。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你必围绕我到永远。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我高台，坚固磐石，我心靠你必不动摇。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避难所，我的盼望只在乎你。我的诗歌，我的拯救，你是我患难中随时的帮助。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你必围绕我到永远。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我高台，坚固磐石，我心靠你必不动摇。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避难所，我的盼望只在乎你。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我高台，坚固磐石，我心靠你必不动摇。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避难所，我的盼望只在乎你。我们要再一次的说：主是我力量。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我高台，坚固磐石，我心靠你必不动摇。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避难所，我的盼望只在乎你，我的盼望只在乎你，我的盼望只在乎你。会众请坐。我们在人生道路上，有的时候会忧闷，看不清前面的路，觉得一片黑暗，也会有信仰不坚定，也会有负面情绪的时候。如果我们的眼睛只看到我们所遭遇的人事物，可能这一切都会让我们觉得很失望、无奈跟遗憾。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我们应该要转眼，把我们的眼睛从我们眼前看到的一切，转眼仰望耶稣。只有仰望我们信仰的创始成终者耶稣，定睛在他奇妙慈容，我们才能战胜眼前的黑暗，赢得光明。只有把我们的心融入到救主荣耀恩典的大光中，我们在世上的日子才能不受罪的辖制，真正得着永生的福分。
救主荣耀恩典大光中，世上事必然显为虚空。你心是否困倦且愁烦？眼前一片黑暗蒙蒙，只要仰望主救的光明，生命变更自由丰盛。当转眼仰望耶稣，定睛在他奇妙慈容，在救主荣耀恩典大光中，世上事必然显为虚空。主已从死亡进入永生，我们当跟随主不渝，罪恶权势不能再辖制，因靠主必得胜有余。当转眼仰望耶稣，定睛在他奇妙慈容，在救主荣耀恩典大光中，世上事必然显为虚空。救主的应许永不改变，专心信靠万事安稳，快快传扬他全备救恩，使凡信者不致沉沦。当转眼仰望耶稣，定睛在他奇妙慈容，在救主荣耀恩典大光中，世上事必然显为虚空。在救主荣耀，在救主荣耀恩典大光中，世上事必然显为虚空。是的，主，我们当定睛仰望耶稣。弟兄姐妹，我们起立，一起用使徒信心来宣告我们的信仰。使徒信经：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彼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荣耀颂。但愿荣耀归于父子圣灵，父子圣灵。起初这样，现在这样，
坐下。今天的起印经文在诗篇123篇，由我来诵读上半节，弟兄姐妹诵读下半节。诗篇123篇，坐在天上的主啊，看哪，仆人的眼睛怎样望主人的手，我们的眼睛也照样望耶和华我们的神。耶和华呀，求你怜悯我们，怜悯我们。弟兄，你一起来，虽然那些安逸人的讥讽和骄傲人的藐视已到极处。接下来，我们为下面的一些事情来祷告。首先，我们要为欧亚国家的土耳其来祷告。土耳其这个国家位处在中东地区，在今年初，土耳其和叙利亚边界这个地方有发生了极大的地震，7.8级的地震，造成了土耳其还有叙利亚的5万多人的死亡，12万人的受伤。那这个地区呢，在长期历史发展之下，是穆斯林的信仰为主，对基督的福音基本上是采取抗拒的态度，甚至立法明文规定，在当地如果是传福音是属违法的。所以土耳其本地的基督徒人数不多，求主让我们能够得以透过诸般的智慧进入该国的宣教的工人也不多，所以是一个非常需要福音的地方。也求主让基督的信仰能够进入生活文化当中，国家的百姓更能够认识基督信仰。第二，我们为台湾卫理公会南部教区祷告，特别是为台南的卫理堂，主任牧师是吴东泰牧师。我们为台南卫理堂教会的合一，还有奉献充足，以及教会在当地更加的得人，传道同工身心健康来祷告。我们为台湾2024年总统及立委选举来祷告，求神拣选合适的执政和立法者，赐福台湾的人民。我们也求主来帮助政府相关部会在产业对于能源、环保以及公共安全做出适切的规划、监督与落实。最后，我们也为目前世界的时局动乱、战争的国家求主怜悯，特别保护这中间无辜的百姓，和将和平持续临到这些地域，止息一切的战乱，让影响降到最低。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同诵主祷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今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别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我权柄荣耀，直到永远。阿们。今天的经课在士师记第4章1到7节，以及马太福音25章14到30节。我们请刘小平姐妹来攻读。今天的第一处经课记载在士师记4章1到7节，在教会圣经旧约的240页。士师记4章1到7节，
以户死后，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就把他们赋予在夏所作王的迦南王耶宾手中。他的将军是西西拉，住在外邦人的夏罗舍。耶宾王有铁车900辆，他大大欺压以色列人20年。以色列人就呼求耶和华。有一位女先知名叫底波拉，是拉比多的妻，当时做以色列的士师。她住在以法莲山地拉玛和伯特利中间。在底波拉的棕树下，以色列人都上她那里去听判断。他打发人从拿伯他利的基底斯，将亚比挪暗的儿子巴拉招得来，对他说：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吩咐你说，你率领1万拿弗他利和西布伦人上他伯山去。我必使耶宾的将军西西拉率领他的车辆和全军往基顺河到你那里去，我必将他交在你手中。第二处经文记载在马太福音25章14到30节，在教会圣经新约的31页。马太福音25章14到30节，天国又好比一个人要往外国去，就叫了仆人来，把他的家业交给他们，按着个人的才干给他们银子，一个给了5000，一个给了2000，一个给了1000，就往外国去了。那领5000的随即拿去做买卖，另外赚了5000。那领2000的也照样另赚了2000。但那领1000的去掘开地，把主人的银子埋藏了。过了许久，那些仆人的主人来了，和他们算账。那领5000银子的又带着那另外的5000来说：主啊，你交给我5000银子，请看，我又赚了5000。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那领2000的也来说：主啊，你交给我2000银子，请看，我又赚了2000。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那领1000的也来说：主啊，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我就害怕，去把你的1000银子埋藏了在地里。请看，你的原银子在这里。主人回答说：你这又饿又懒的仆人，你既知道我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就当把我的银子放给兑换银钱的人，到我来的时候，可以连本带利收回，夺过他这1000来，给那有1万的，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把这无用的仆人丢在外面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以上是今天的经课。今天的正道经文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5章1到11节，由我来诵读。帖撒罗尼迦前书第5章1到11节，弟兄们，论到时候日期，不用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自己明明晓得，主的日子来到，好像夜间的贼一样。人正说平安妥稳的时候，灾祸忽然临到他们，如同惨难临到怀胎的妇人一样，他们绝不能逃脱。
弟兄们，你们却不在黑暗里，叫那日子临到你们像贼一样。你们都是光明之子，都是白昼之子。我们不是属黑夜的，也不是属幽暗的。所以，我们不要睡觉像别人一样，总要警醒、谨守。因为睡了的人是在夜间睡，醉了的人是在夜间醉。但我们既然属乎白昼，就应当谨守，把信和爱当作护心镜遮胸，把得救的盼望当作头盔戴上。因为神不是预定我们受刑，乃是预定我们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救。他替我们死，叫我们无论醒着睡着，都与他同活。所以你们该彼此劝慰，互相建立，正如你们素常所行的。献诗，我们请诗班。今天的诗歌是同声献感谢。谢谢诗班为我们献上这么美的祭。
以下时间交由本堂的主任牧师蔡伟文牧师来为我们证道，传讲神的话语。今天讲台的主题是：我们是黑暗中的光，我们是黑暗中的光。蔡牧师，请。献上感谢，弟兄姐妹，我不知道我们是不是在上帝的面前以感谢为祭献给上帝。每次你来到做礼拜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有以感谢为祭献给上帝？各位，我们在11月份有几个节日，甚至到年底的时候，我们知道有圣诞节，这些都是教会里面很重要的节日。但是要先跟大家澄清几件事情。11月1号有一个节日，这个节日不是教会的节日，这个节日叫万圣节。但是很多人以为说，万圣节是这个教会的节日，不是啊，所以千万不要打扮那个鬼怪的衣服来到教会里面啊。另外一个节日是在我们的这个要来的礼拜4的时候，这一天是感恩节，所以教会里面会过感恩节。当然，教会的节日不是感恩节，不是算是正式的教会的节日，但是它符合圣经里面的教导，说以感谢为祭献给上帝。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这一年当中，你有哪些事情是你要献给上帝感谢的事情？当然不是每一件事情都值得感谢，但是每一件事情当中都可以找出一些可以感谢的事情。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把感谢为祭献给上帝。在今年以前，至少在今年初以前，有3年的时间，我们都是在疫情的当中，我们彼此之间没有办法像现在这样比较靠近，我们也许彼此之间都要用口罩罩着，我们没有办法看到弟兄姐妹的真面目，我们也没有办法去跟人有太多的交通，因为这些都会影响我们的健康，或者是影响我们的这个生活状况。然而现在我们能够解禁了，能够开始能够有过正常的生活的时候，这也是应当可以感谢的事。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过去我们也许是被辖制的，但是现在可以得到释放了。现在是过去是被限制的，现在我们可以自由了，这个是一个应当感谢的事。求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常常以感谢为祭献给上帝。所以愿上帝祝福我们，让我们能够在年底的时候，特别家庭有聚会的时候，我们不是只有吃感恩节的餐，期待我们也不是只有吃圣诞节的餐哈，期待我们可以在感恩节跟圣诞节的时候，多一些的家庭里面的聚会，跟多一些家庭里面的交通跟分享，多一些小组里面我们彼此来分享跟祷告，去讲述感恩的事情，包括对上帝的感恩，也包括对人的感恩。求主带领我们，让我们不是只有叫做感谢上帝，我们也感谢人给我们的帮助。很多弟兄姐妹不晓得说，其实我们能够有很多的很美好的生活，我们都要感谢很多的人他们的付出跟服侍。求主带领我们，让我们常常以感谢为祭献给上帝。愿上帝祝福我们。我们一起举起圣经来祷告，愿上帝的话成为我们的帮助和力量，让我们能够在上帝的话语当中能够得着帮助。我们一起举起圣经来祷告，我们一起念，请。这是我的圣经，他说我是谁，我就是谁。他说我拥有就拥有，他说我可以就可以。今天神的话要来教导我，我诚心悔改，我心里警醒，我灵谦卑受教，我就不再一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上次跟大家分享过这一篇的祷文就是在这个各位如果有看好消息频道的话，胡木教会的约尔奥斯汀牧师他们的教会聚会前会用这样的方式来预备心来读圣经。那当然这个版本跟这个好消息频道的里面不一样，因为这是我们以前几个年轻人他们去翻译的这个重新翻译过的，所以这个版权是没有的所以大家可以使用没有问题。求上帝祝福我们，让我们在读经之前，我们有预备心，能够在到上帝的面前，把我们预备好自己，把我们的圣经预备好，然后来朝见主的面。每一天的读经，每一天的祷告，都是我们跟上帝见面的时候。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把握爱惜每一天可以跟上帝亲近的时刻。好，最近我看到有一个梗图好，给大家看一下。各位知道里面这个讲什么东西，知道吗？
世界上有很多奇景，对不对？各位可能看过，比如说图鉴里面，或者是一些的影片里面啊，比如说这个埃及的金字塔啊，或者是这个百慕达三角洲。现在百慕达三角洲很少人讲，百慕达三角洲听说是有磁场，所以飞机或者是那个船舰都会失灵，然后就沉到海里。还有英国的麦田圈啊，但是呢，台湾有一个更大的奇景是什么？在自助餐里面，你不晓得那个阿姨算钱是怎么算的，知道吗？她可以，你把它摆上去之后，这85块，你不知道它是怎么算的，哇，这个实在太奇妙了啊！我记得我跟我常常跟师母去外面买便当回来吃的时候，突然间这个算的时候，我记得我好像没有放很多东西啊，可是为什么它可以算到哇100多元的钱？这个已经是将近台北的物价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高雄不是在台北啊，可是居然你可以发现说，原来有很多事情是我们无法去想象的。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看到有很多事情无法我们去期待或者是想象。比如说我们可能认为我们在这边是高雄的地方，应该是物价会比较便宜的，现在已经不一样了，所有的东西好像都往上涨了。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珍惜这个没有改变的永恒的东西，因为有很多东西是会调整跟改变的啊！求上帝来祝福我们，让我们看到有一些东西虽然它会调整跟改变，但是上帝的话是永远不会改变的。愿上帝来祝福我们。好，所以我们今天要看的经文相当的特别。为什么会这样说？我不晓得是不是上帝特别的安排哈。各位，我今天觉得在灵里面特别的敏感，是因为今天我们有很多东西是很凑巧的。等一下我们的回应诗歌，你会发现跟我们今天的那个叫做起应文是一致的。然后昨天我跟我们的邵文弟兄，我们去这个台中去丰原那边参加一个弟兄妈妈的丧礼。那我也知道我们当中有家庭也有面临这样的一个生离死别的时候，但是基督徒在这样的事情当中，我们在看待末世跟看待世界末了的时候，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心态跟态度？我相信各位参加过很多在教会里面弟兄姐妹当中，我们有很多家庭当中一些长辈的丧礼，我们都有参加过。但是你会发现一个很特别的事情是，在教会里面的丧礼，我们可能会觉得有点哀伤我们很舍不得这个老弟兄老姐妹，或是这个离开的人离开我们，但是我们却有一个盼望，是我们知道在天上我们有个家乡，并且我们将来还要再见面的。所以参加基督教丧礼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不是那种恐惧害怕，或是怕被煞到，或是怕被人家觉得好像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多可怕的事情。对基督徒来说，我们会有一些不舍，会有一些的悲伤，但是我们却是带有盼望的，因为最大的盼望就是上帝与我们同在。好，所以圣经里面在马太福音的28章的最后一节里面告诉我们说，耶稣说：“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好，为什么会特别选到这一节的圣经？不是牧师自己选的。各位要相信，教会是上帝的掌权，所以每一节圣经都是上帝的掌权跟带领所赐给我们的。因为不是我去定了这个规定，是整个在教会的圈子里面，我们有这样的一个顺序：3年当中要把经文读完。刚好在今天这一段的时间读到的就是面对末世的时候。所以我们在面对末世的时候，基督徒应当有什么样的一个生活？应该怎么样去看待？有什么样的观念是我们在面对死亡、面对未来的时候所要去知道跟了解的？好，所以刚刚提到说，昨天去参加这个基督教的丧礼，我们在教会里面的这个姐妹的丧礼，你会发现一个事情是，我们并不是恐惧跟害怕，也不是担心说好像这个明天或是死亡谁会先来到，并不是，而是我们虽然在哀伤中，但是我们带有喜乐，带有盼望。基督徒是有盼望的，所以我们不是死了一了百了，也不是死了之后就什么都没有，而是我们知道在死后有另外一个世界，是我们可以去盼望跟期待的，就像我们活着的时候一样。我们活着的时候，最美好的事情就是上帝与我们同在。所以各位知道，约翰卫斯理在他要过世的时候，他最后的一句话，他是这样说的：
The best of all is God with us. The best of all is God with us. 为什么要特别用英文？因为威斯利讲英文，所以我要用英文讲哈。好，然后这个他的意思是什么？一切当中最好的事情就是上帝与我们同在。亲爱的弟兄姐妹，无论是死是生，最美好的事情就是上帝与我们同在。所以死亡不再是人的结束，而是复活生命的开始。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当然，我刚刚提到了，不是我特别要去选这段经文，因为是这段经文刚好在这个节期里面。那为什么这个节期本来应该是要快乐的过圣诞节，应该是要快乐的预备圣诞节，但是却是给我们有这样的一段经文？这乃是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是，我们基督徒对于生死的问题是不用担心、不用害怕的。最重要的事情是上帝与我们同在。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死亡不是人的结束，而是另外一个新生命的开始。而我们是不是预备好有这样的新生命？为什么会特别提到外面的人、一般人跟基督徒会有不一样的地方？因为基督徒在面对死亡、面对未来的事情的时候，跟这个一般人是不一样的。等一下我们会读到一般人的想法是什么。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经文里面第3节的地方，我们一起来念一下。今天经文第3节的地方，我们一起来念一下第3节，一起念来。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灾祸忽然临到他们，如同惨难临到怀胎的妇人一样，他们绝不能逃脱。亲爱的弟兄姐妹，新约圣经里面也提到主来的日子近了。事实上，在旧约圣经里面也不断的在提醒说，耶和华的日子或是上帝的日子临到的时候，所以其实在不断的当中，人生的当中，我们不断的被提醒有末世的来到，或是有未来的一些事情会发生。未来的事情发生不是我们所想象的，但是随时有可能，这些都是攸关生命的问题。好，所以面对末世的时候，我们的态度会是什么？有很多人是恐惧害怕。我相信最近大家很多人会收到一些恐吓信哈。我所谓的恐吓信，就是我们常常会听到很多哪边又发生战争，哪边又起了饥荒，哪边又是地震，哪边又是这些东西。耶稣已经告诉我们，在末世的时候会有这些的情况发生，但是请记得要把圣经读完，因为耶稣说末世还没有来到。虽然有这些事情发生，但是末世还没有来到。所以千万不要自己吓自己说现在战争了所以末世很快就来到了现在哪边地方饥荒了，末世很快就来到。我们不知道，刚讲到了，如果我们没有去注意到的话，搞不好明天跟灾祸什么地方先来不知道，我们不晓得。但是基督徒应该要预备好自己，就是我们要随时有这些的准备。所以他说，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这是一般人的想法，或是一般人的思考里面，灾祸忽然临到，他说如同惨难临到怀胎的妇人，他们绝不能逃脱。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台湾是很安全的，但是我们不晓得在其他的地方，包括我们刚刚读到土耳其这个国家，他们在今年年初的时候突然发生地震。我们也不晓得为什么这些事情突然间会发生。至少10年前，我们知道有这个88水灾，在更早之前，20年前有这个921的地震。我们不知道灾难什么时候会来到，但是求上帝帮助我们，不是因为灾难或是这些事情，我们有恐惧跟害怕，好像这些没有信的人一样。信的人，我们应当有这样的盼望跟确据，是我很相信上帝每天与我同在，在我的生命当中每一个时刻，我不必须要害怕跟恐惧。所以基督徒不是被短暂的世界所同化，而是要用永世的思考去衡量一切的事情。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相信你有永生，那么你不会对于短暂发生在这些世上的事情产生了恐惧跟害怕，因为你知道在死后有另外一个世界，在死后有另外一个这个场景是在等候着我们。然而我们要确信的是，你是不是有那个确据能够进到那个永恒里面去。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我们并不晓得什么时候一些事情会发生，但是要常常预备好自己。这个是我们在今天经文里面要给我们的提醒。
好，所以我们看今天经文里面特别提到主来的日子像贼来的时候一样。我们来看一下第4节的地方，我们一起来念一下第4节。我们一起念一下第4节，一起念，请弟兄们，你们却不在黑暗里，叫那日子临到你们，像贼一样。亲爱的弟兄姐妹，圣经里面给我们提醒说，主来的日子就像什么？好像贼来一样。贼不会让你知道他什么时候来的，但是如果你没有预备好，如果你不小心、不谨慎的时候，贼马上就会把你所有的一切全部都搜刮殆尽了。我不晓得大家真的有没有真的被偷过东西的经验？至少2015年的时候，我还在嘉义牧会的时候，我们那时候嘉义的教会就遭过小偷了。这个小偷很厉害，真的就是趁着半夜的时候，大概12点半的时候，然后呢，那个是有影片拍到时间了哈。好，然后他很厉害是什么？没有人帮他开门，那我们都有铁门这样栅栏都下来了，可是呢，他很聪明，就是他用一支竹竿，然后去顶什么？去顶教会的那个电动门的开关，真的让他顶到了，然后门就咵起来，你知道吗？然后那个晚上真奇妙，我跟师母真的像睡死了一样，我们真的是睡在5楼上面，还好有一个铁门拦着，在4楼到5楼中间。好，这个人他上去之后，你知道他很聪明，他做什么事情？他预备好这个菜刀，他先到厨房里面预备好2把菜刀，他怕万一如果有人下来跟他拼命的时候，他最少有刀可以护身啊。然后他把刀放在那个洗碗槽里面，然后尽情的在里面搜刮。你知道他在里面搜刮的时候，我们根本一点声音都没有，我们不晓得他到底发生什么事。他很聪明的又把我在办公室里面，我那时候还有一部汽车，我的轿车放那个钥匙放在办公室的那个桌子上，然后他就把那一部车开走，运走所有的礼拜堂的东西回到他家里面，然后又把这个车子又开回到这个礼拜堂面前来。他没有把我的车那一天偷走哦，他是把那个车子又开回来，然后把钥匙又放回我的桌子上，但是其他所有的东西都不见了。那天早上一下来，模模糊糊下来的时候，发现好像教会里面少了点什么东西，然后又很混乱，就是那个地上很多的纸张，很多的这些东西，你不晓得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等到你清醒的时候，发现电脑不见了，什么东西不见了，什么东西怎么不见了？全部都不见了。你会发现你无法预测那一天是什么时候，或是那天是怎么发生，怎么会临到这样的事情。亲爱的弟兄姐妹，贼来的时候就像这样，贼来的时候就像这样。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的日子什么时候来不知道，但是圣经给我们一个好的提醒，就是什么？我们需要警醒，像白昼之子一样。白天的时候我们会提醒，白天的时候我们会看到，白天的时候我们容易去了解发生什么事情，所以需要常常让自己活在光的里面。好，所以求上帝帮助我们。圣经里面刚刚的经文里面提到说，我们是光明之子，不是在黑暗里面，所以我们所行的事上都要能够有这样的光发现来照耀我们，让我们在活的时候是警醒跟谨慎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警醒跟谨慎，上帝的日子要来到，但是我们不是带着恐惧，而是带着应当是欢喜快乐的。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耶稣说他就是世上的光，所以当我们跟着光来走，我们也在光的里面。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经文里面提醒说，我们是光明之子，我们是怎么样的一个身份跟角色。第5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下第5节，一起念来。你们都是光明之子，都是白昼之子。我们不是属黑夜的，也不是属幽暗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不是属黑夜的，也不是属幽暗的。我们不是那个在暗处里面，而是在光的里面。刚刚提到主来的日子像贼一样，刚刚讲的那个像贼的样子，对不对？好，跟大家分享另外一个，什么叫做要在光的里面？以前我跟师母我们在八八水灾的时候去救灾的时候，各位知道嘉东那边有很多渔温，知道吗？好，各位知道这个渔温要收成的时候，很精彩的地方是什么？你家的渔温收成的时候，最怕什么东西，知道吗？小偷来偷啊！对，刚刚一样嘛，小偷会来把整龟壳的那个渔温把它运走，对不对？所以
至少在要收成前，通常那个主人都会做什么？我至少我看过有一个弟兄他是这样，他是一个基督徒，他让我们去看他的余温哈。他说他晚上的时候灯要点着，然后他睡在哪里？他睡在灯下面，然后随时只要有响声的时候，他就要起来看一下他的余温有没有一些陌生的人在那边走动，所以他要常常警醒的，要在灯的下面，他才会常常去警醒。好，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为什么我们要在光的里面？如果没有在光的里面，很快的贼来的时候，可能这些东西就很快就不见了。如果我们没有在光里面，我们就没有办法警醒，我们就没有办法去看到这样的日子临到，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处理跟面对。好，所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耶稣说他就是生命的光，我们在他的光里面必得见光。我们是光明之子，所以属于光的就不在黑暗的里面。亲爱的弟兄姐妹，虽然末世有很多人是极端的，有很多人是极端的害怕，有另外一批人是极端的没有感觉。求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光的里面常常谨慎跟谨守。我们在光的里面知道贼来的时候是什么时候，主来的日子是什么时候，我们预备好自己来朝见主。好，所以第6节我们来看一下第6节的地方，我们一起来念一下第6节，一起念来。所以我们不要睡觉，像别人一样，总要警醒谨守。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活在这世上，要警醒跟谨守，不是像没有灵性的人一样啊，什么都可以，什么都没有关系。人认为平安稳妥的时候，就是最危险的时候。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末世的时候，我们不是害怕，但是我们要预备好。所以基督徒虽然有血肉，不是按着地上血肉的方式行事，我们虽然在地上，但是我们是属天的国民。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主要来的时候，主要来接我们的时候，我们是随时预备好要来朝见主的，而不是像一般的人一样害怕末世的时候啊，什么时候发生啊？我们有没有预备好？哎呀，好像很害怕担心。基督徒我们不担心不害怕，因为活着的时候上帝与我们同在，死的时候上帝还是与我们同在。所以基督徒在这个基督的死亡跟埋葬中与他联合，我们是过新生命的生活，在我们的里面有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虽然是活着的，但是我们的心里面是跟上帝一起的。所以圣经里面提到说，我们与基督同死，也与基督同活。过去的旧人已经死在十字架上，新的我们是在基督里活着，所以我们的活出来的生命应当是一个基督样式的生命。好，所以第10节我们来看一下第10节，我们一起念一下第10节，一起念来。他替我们死，叫我们无论醒着睡着都与他同活。这里的醒着睡着可以翻译成活着或是死的时候。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替我们死，所以我们无论是活着的时候或是死的时候都与他同活。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面对死亡，基督徒没有害怕，但是不是说我们现在马上就要去进入那个死亡的状态里，并不是，而是我们无论死了或是活着，我们都不害怕，因为上帝与我们同在。好，所以耶稣基督透过他的死，让我们能够得以称为义，被上帝来称为义，这是他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所给我们带来的这样的一个祝福跟恩典。所以除非我们先确信我们自己没有，我们需要上帝的恩典，否则我们没有办法领受上帝的义在我们的里面。透过耶稣的义，使我们知道我们有这样的确据，我们活着每一天都是跟着主而活的。所以第11节，这是保罗在这一段里面特别要给我们的提醒，就是什么？11节我们来念一下，11节一起念来。所以你们该彼此劝慰，互相建立，正如你们素常所行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关注末世，但是保罗的讲道是很平衡的。除了关心末世，我们还关心什么？现在活着的时候。所以你会发现11节，当前面提到很多有关末世的事情的时候，最后保罗还是要回到现况里。他说：所以要彼此劝慰，互相建立，正如你们素常所行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也许我们不晓得末世哪一天来到，但是最好的事情就是上帝与我们同在，而我们每一天
活着的时候，大家互相的劝慰，我们对死亡没有害怕，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每一天活着都要为着荣耀上帝而活，像光明之子一样。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在活着的时候，在我们还在的时候，在末世还没有到的时候，应当彼此劝慰，互相建立，正如我们素常所行的。素常所行就是一般平常的时候，我们都是这样过，就按照这样来过，就按照这样来生活。所以不用特别怕末世，不用特别怕说这个世界的末了什么哪一天来到，不用担心这个，而是我们平常就按照这样来生活。上帝帮助我们，最美好的事就是上帝与我们同在。好，所以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上帝来做的。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经文给我们的几个提醒。第一个，耶稣基督的复活，我们能够有属天的盼望。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不害怕面对死亡，因为我们知道耶稣基督的复活为我们带来盼望，将来我们要与主同复活在上帝的面前。所以，耶稣给我们的不是只是带来安慰，安慰是一个部分。当我们在困难跟患难的时候，信仰带给我们可以安慰，但是更重要的事情是，耶稣要带给我们复活的盼望，让我们能够相信在未来的时候，在主来的时候，我们能够有复活的盼望，因为耶稣为我们预备了天上的家。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不必要像一般人一样担心害怕过世的时候、离开世界的时候会是什么样的样式。很多人预备这个要离开的时候，一般人都会是害怕恐惧，然后找一些道士或是找一些的和尚来诵经跟念经，然后希望他上西天，或是希望他可以到极乐世界里面去。很多人都会这样，但是基督徒我们不必要这样。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耶稣已经为我们预备了家乡。耶稣说：“我去为你们预备的地方，还要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亲爱的弟兄姐妹，对基督徒来说，我们不担心死后的世界，最需要担心的是我们有没有确据我与上帝同在，上帝是与我同在的。所以耶稣为我预备在天上的家乡，他为我在预备在天上能够有一个地方，那个是属于我跟上帝一起的这样的一个安息之所，是一个美好的地方。所以基督徒不用害怕死后的世界，基督徒要担心的是我有没有每一天按照上帝的话去生活。一样在嘉义的时候，有一次我带我们的一个姐妹一个弟兄，他的妈妈要过世的时候，他也是民间信仰的。然后各位知道，其实民间信仰的人很害怕碰到尸体。好，所以当这个弟兄他的妈妈过世的时候，眼睛是睁开的，没有人敢去碰他，连他的孩子都不敢去碰他。那时候我们那个弟兄他正在赶回家的路上，但是因为我先到了，没有人敢去碰这个死掉的人，所以后来我就去帮这个妈妈把眼睛拉下来。可是你知道，连他们的家人都很害怕，说：“哇，我会不会可以杀掉？可以怎么样？”然后后来看到我们在那边唱诗、祷告、赞美的时候，居然有人问说：“啊，恁基督搞这做念爱钱不？”他说：“你们这个助念，这个帮人家送到西天去，要不要钱？”我说：“我们基督徒，我们不用钱，我们是跟我们的弟兄姐妹说再见，然后有一天我们要再相见，所以我们是跟我们的弟兄姐妹暂时的离别，所以不是要送他去西天，不是要送他去什么地方，是要回到家乡。所以我们是回到上帝的家，盼望在于主。所以即使我们这个地上的这个身体会不在了，但是我们知道在天上我们有永存的盼望，那个永存的盼望是天上主为我们预备的。第二个，耶稣基督会再来，所以我们现在忍耐等候，是要忍耐跟等候主再来的时候。这一段的时间是叫做我们在等待的时间。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活着的时候，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也许在地上有很多的苦难，但是这些都是让我们生出忍耐的心，也让我们能够有老练跟盼望在这地上，直到我们见主面的时候。所以耶稣基督会再来，我们在这段的时间里面是预备跟等候他再来的时候。所以仰望上帝的应许，没有因为不信心里起疑惑，反倒因着信心，心里更加的坚固，将荣耀归给上帝。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每一天凭着信心而活，每一天靠着信心而活，每一天在信心的里面而活，相信上帝必然带领我们。所以戴德生说：“坦诚信靠主的人，上帝就在他里面，也在他生命当中成就许多的事情。”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不是去担心末世的时候，也不是不在意，而是我们每一天都活着，凭着信心而活，靠主而活。主哪一天来，我们都是欢喜跟快乐的。第三个，借着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能与主同活，所以我们活着每一天都是活在基督的里面，都是基督在我们的里面活。所以好的行为没有办法让人得救，但是基督徒一定要有好的行为。我们在我们的言行上，在等候主再来的时间，都是那个预备要朝见主的时候，让我们预备好自己，每一天活着都要来荣耀主。所以人靠着信心得救，但是引导得救的信心是要有好的行为。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凭信心，但是信心要带出好的行动。所以，为什么我们需要在世上生活的时候要荣耀上帝？我们的行为每一天都在为主做见证，荣耀上帝的。好，所以以弗所书2章10节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上帝所预备叫我们行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保罗说：“我们是凭着信心。”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但是我们是上帝的工作，是在基督里所造成的，所以我们仍然活着要去行善。他说这是主预备要我们去行的。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行善不是为了得救，但是得救之后是让我们可以去行出好的行为来荣耀上帝。求主带领我们，让我们基督徒活在主的里面，我们有好的行为来见证主。所以持续我们的信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让人可以看见基督在我们的里面活。我们无论是生是死，都活在基督的里面。所以刚刚提到了卫斯理说，最好的事情就是上帝与我们同在。无论任何的事情，什么样的事情发生，最美好的事就是上帝与我们同在。即使在患难中，上帝也与我们同在；喜乐中，上帝也与我们同在；高兴的时候，上帝与我们同在；悲伤的时候，上帝也与我们同在。愿上帝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怜悯的天父，谢谢你透过耶稣基督，让我们有这样的确据，主你是住在我们里面的。我们有时候心里会失去盼望，有时候有一些东西我们会失去的时候，我们会担心，或是有一些事情临到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些的沮丧、失望或难过的时候。然而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定睛在你的身上，单单的仰望你。我们不看别的，只单单看你，主啊，因为我们的盼望在乎你。谢谢你恩待我们，让我们无论是死是生，我们都活在基督里，基督也活在我们的里面。感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祝福我们在你里面蒙恩，让我们或死或生，我们都是主的人。感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愿荣耀归给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弟兄姐妹，我们接下来有一个很重要的活动，要让大家能够知道。我们当中有一些年轻人，可能各位不太认识跟晓得，因为他们的聚会是在6楼的地方。他们有一些年轻人，我们有一些年轻人，他们在6楼那边聚会，他们是学生青年。那或者是有一些他们是在外地读书的或者甚至他们可能是在其他的地方，在那里这个聚会的那只有假日才能够回到我们当中。那但是他们有一些好的表现跟行为，是我们可以为他们嘉许的。这些是我们当中的孩子们，是年轻人，他们在学校里面有好的表现，他们在这个各个地方有好的行为来让人看见，所以我们要特别为他们在这个地方要来给他们颁这个奖学金。那这个是总会给我们的一个机会跟名额，让我们可以去做这样的申请，就是申请这个奖学金的这样的一个这个鼓励，让我们的年轻人他们可以有机会这样来参与在教会的事工，同时也在功课上，在他们的学习上来荣耀上帝。好，那当然我知道我们还有很多孩子们可能还没有领到，那但是没有关系，就是我们可以继续不断的努力，让我们可以能够得到好的成绩来荣耀上帝。那另外也跟大家讲一个好消息，就是
总会的这个奖学金本来是只有到高中，那后来我们的执事会已经决定了，从明年开始，我们不再去跟总会申请这个奖学金，而是由我们教会自己来颁发奖学金，所有的标准跟总会都一样啊，所以所有的标准都跟总会一样，但是我们扩及到哪一个阶层？我们扩及到国中的孩子，我们也让他们可以领这个奖学金。所以我们当中，如果你的孩子或是你的小孙子他是国中的孩子，千万不要放弃哈！明年开始，我们就是领教会里面的奖学金，从国中到研究所都是我们的范围。好，所以给我们的孩子有这样的机会，特别邀请他们，除了要学业成绩以外，另外一个部分就是，无论你在荣光堂里服侍，或是你到别的地方去服侍，我们都很欢迎，也很感谢，求主帮助。无论我们在教会服侍，我们也是在上帝的国度里服侍。如果你是到别的地方外地去聚会，或者是参加别的地方的教会的聚会，你有在那里参与，能够在那里服侍，我们也当作这是在神国里的服侍，我们都一样有这样的机会可以领到奖学金啊！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来为这些的孩子们，为这些年轻人，我们来高兴跟欢喜。好，那我们要特别提到他们的名字哈，请他们到台前来。好，我们要请寻生，还有钱维，还有玉慈，还有月薪，还有正优，我们请这几位年轻人可以到台前来哈。那如果小朋友、年轻人还没有学期中还没有办法回来的话，那请爸爸妈妈来代理好吗？我们也请我们的教育执事淑仪执事到前面来为我们主持这个。这个如果你的孩子还没有回来的话，我们就请这个爸爸来代理哈。好，这几位我相信各位都有看过哈，也知道他是我们当中的年轻人，我们当中的孩子们，他们在学业成绩上都有很好的表现哈。好，那我先介绍一下，因为只有一个高中组，所以这个要特别介绍一下。高中是我们的这个寻生哈。他是在这个雄女读书，那他的成绩很不错，然后他也在教会里面，在我们的学青里面有参与服侍啊，所以这个是我们理当为他这样来做这样的一个预备啊，让他可以领到这样的一个奖。好，那还有就是这个正优，因为还在台中这个读书哈，所以没有办法赶回来，所以这个爸爸来代理一下哈，爸爸来代理啊，所以正优也是在台中的地方，在那里有这样的一个聚会跟这个学习。好，那另外一位就是我们大家应该比较常常看到，就是钱维啊，他在这个我们的音控那边，他有参与一些的服事的侍奉，那他已经大学毕业了。今年是他最后的这个大学毕业，那即将要进入社青里面，那我们也求主带领，让他的这个学业成绩能够有好的这样的一个表现，让人看见啊。特别他的学校的老师也曾经来到教会里面啊，我们看到他的一个学业成绩的表现是很好的，我们为这样感恩。那另外就是月薪哈，月薪也是去这个念书还没有办法回来，所以由这个爸爸从那个我们的华语弟兄来帮忙这个来领这个奖，所以我们的孩子们他们到各个地方去，也都继续在那里为主发光。我们更要为这样来感谢上帝哈。好，那我们就要请我们的教育部长，请我们的教育执事来发给我们的每一个这个学生的奖学金哈。好，我们拍手来鼓励他们。对，希望明年我们更多的孩子都能够上到台上来，能够来领这个奖学金。记得哈，明年我们有国中的那个领奖了，所以如果我们当中有国中的孩子的话，欢迎申请啊，欢迎申请。那因为我们教会已经比较在财务上面各方面已经比较健全了，所以我们不要再跟总会申请，让其他的教会去申请这个名额。我们全部都是由教会这边来做这样的一个发放跟申请，所以鼓励我们的孩子们更多参与教会的侍奉，更多参与在教会的服事，还有在功课上面来赢得好的成绩，来荣耀上帝。愿上帝祝福我们。好，我们再一次的拍手哈，来鼓励他们，谢谢。好，请回座。好，谢谢。我们也感谢蔡牧师今天用神的话语来兼顾造就我们。
回应诗歌，请大家起立。今天回应诗歌在新灵粮诗选107首，举目仰望。举目仰望，仰望耶稣，仰望主耶稣荣光。举目仰望，仰望耶稣，仰望主耶稣荣光。主是光，圣洁与真实，全能神。主的荣光已临到我们，起来宣扬，宣扬我主，因为他慈爱永远长存。起来宣扬，宣扬我主，因为他慈爱永远长存。举目仰望，仰望耶稣，仰望主耶稣荣光。举目仰望，仰望耶稣，仰望主耶稣荣光。主是光，圣洁与真实，全能神。主的荣光已临到我们，起来宣扬，宣扬我主，因为他慈爱永远长存。起来宣扬，宣扬我主，因为他慈爱永远长存。请坐下。我们要开始今天的奉献，请大家预备心，恭敬的以金钱奉献来表达对我们主的感恩。如果对奉献意义不了解的，就请安静的让奉献袋经过你面前，让施献的同工，我们现在请施献的同工到前面来。我们要准备开始今天的奉献。弟兄姐妹，我们一起祷告。耶和华我们的父，我们的神是应当称颂的，直到永永远远。主，我们今天愿意你从你而来的金钱，我们以面前的这些金钱来奉献，作为祭物献给你。这一切原本就是属于你的，我们甘心乐意的献上，求你悦纳。同时，也求你赐给我们教会有聪明跟智慧去运用，在你的事工上，叫教会得到造就，福音得到兴旺。求主带领我们，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们。
姐妹，我们起立。请坐。今天我们有几位新的朋友，李新飞，一共有4人。这个是我们林老师的家人哈，我们请林老师介绍一下。请起立。好，我们一起鼓掌来欢迎他们啊！一次欢迎，永远欢迎。还有没有没有哈，好，谢谢。好，让我们一起来唱《我们成为一家人》。我们唱完1次之后，我们就可以起立，彼此的拱手问安。大家请坐。接下来我们有一些教会的消息跟大家报告。这些消息在我们的周报上面都有。第一点，主日之后11点45分，我们会召开11月份的小组长会议，在205教室这边，请各小组留步参加。同时，今天下午的1点半，刘清泉牧师新书的发表会就在我们3楼这里啊，3楼这个地方。还有刘牧师有一个亲子关系的讲座，有登记参加的会友，请记得准时入场啊。那刘牧师的这一个演讲非常的精彩，如果说有时间的弟兄姐妹可以尽情的来参加。第三，下周11月26日的主日华语堂将由蔡一文牧师来传讲信息，也请弟兄姐妹预备心来参加。
现在年底了，也请为新任执事当选的名单，包括我们茂林执事以及文曲执事，即将就任，我们为他们祷告，也让我们常为教会中的执事献上来祷告，并且为即将卸任的执事，包括介良执事以及淑仪执事，献上感恩。他们过去的这个时间的奉献，感谢主与他们同在。第5点，教会将在12月24号圣诞主日举办受洗及转入礼，欢迎有意愿受洗以及转入本堂的弟兄姐妹，11月份开始上初信造就课程，并且请向办公室的干事来报名。第6点，感恩节和圣诞节即将到来，那也期待教会在感恩节以及圣诞节期有美好的收割季节。教会即将要开始陆续做圣诞的布置以及设备的更新，所以欢迎弟兄姐妹为教会感恩以及圣诞节期教会事工还有设备相关的事情关心、祷告和奉献。那我们教会为了要迎接圣诞节期，将于11月19到26日开始着手做圣诞的布置。那各楼层的分配，1楼是雅比斯小组，2楼是儿组负责，3楼跟4楼由社青还有葡萄小组来负责，5楼是社区的据点来负责，6楼由青少契来负责。那也布置的时候所需要的备品，请跟办公室这边来洽询。第8点，教育部门为了要鼓励会友在本季有规划读经进度，快速读完新约圣经一遍的，截止日期是12月20号。也祈愿我们的会友渴慕上帝的话语，更新心意。会友完成的，将于圣诞主日来颁奖，以资鼓励。同时，我们也要为我们教会的复兴守望，邀请弟兄姐妹参加实体的星期四，每个星期四晚上7点半的查经祷告会，让我们一起来为所关心的事项同心祷告。那下面的一些肢体消息，最近因为进入了冬季，这2天的这个温度突然下降下来，温差比较大一点，也请会友注意，最近的新冠还有流感、肠病毒等病菌正在流行，特别是登革热最近的这个疫情有一些扩散，也请弟兄姐妹外出的时候要多注意自身的防护，并且为确诊者以及弟兄姐妹身体的治疗及复原来祷告，也为近期施打流感疫苗的长者施打之后的症状平安，身体能够有效的受到保护。底下有一些身体不适的弟兄姐妹，我们也为他代祷，我不一一的说明，请大家参考底下的这些的资讯。求主带领我们，特别是现在目前这个天候在变化的这个时间求主保守我们，与我们同在，平安。好，我们起立，3、1颂。普天之下，万国万民，齐声赞美父子圣灵，三位一体，同荣同尊，万有之源，万福之本。我们请蔡牧师为我们做祝福祷告。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领受上帝的祝福。慈悲爱我们的天父，感谢你给我们有这样的机会，在这1年当中数算你的一切恩典，也祝福我们，让我们无论在哪里，祝福都随着我们。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门。阿门颂。下，我们在订阅中结束今天的主日崇拜，也请弟兄姐妹在订阅中为今天的肢体消息，还有教会的事工来代祷。周报上面的信息，也请参阅。同时，如果有在病痛中、忧伤中的弟兄姐妹，也欢迎来电，牧师会为我们祷告。